開始有面對嗰啲尿泡啊、蛋白尿啊、尿頻、夜尿多嘅問題，呢啲問題係咪腎功能下降嘅症狀？係㗎。如果真係有發現呢啲問題，真係應該盡快去處理咯。長時間食西藥嘅話，其實佢對肝腎嘅影響會唔會好大？其實都會㗎，會有一個副作用喺度咧，就會潛在喺個肝嗰度累積住喺身體，咁就影響咗肝臟嘅功能。因為其實肝啊、腎呢啲咧都係我哋一啲排毒好主要嘅器官啦，咁所以如果排毒數唔好嘅話，其實身體個狀況都唔會好咯。咁如果呢個情況佢持續咁樣惡化落去，會唔會導致到洗腎？都會㗎，呢個其實亦都係香港一個非常之常見嘅情況嚟嘅。洗腎其實就好慘嘅，因為佢真係要定期去洗。關於靈芝黃，其實同出邊嘅普通靈芝產品有咩分別？呢一隻嘅靈芝黃咧，佢就係真係淨係純正飄為靈芝嘅，佢唔係靈芝包子，佢亦都冇加一啲靈芝以外嘅成分入去嘅，所以佢嘅成分就比較天然咯。功能性食品同中藥啊、西藥啊最大嘅分別，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就係功能性食品咧就冇副作用咯。西藥頭先我哋講過有啲副作用影響肝同埋腎啦，咁但係至於中藥咧，最擔心係個藥材嘅監管底下，如果冇監管得好嘅話咧，有時佢個重金屬嘅成分都可能高咗，或者農藥嘅成分高咗咧，同樣地都會影響肝腎嘅健康，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。